行路有聲，今日我哋嚟到 Folkesto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路有聲，我係火火。好多香港人嚟到英國放假，通常都只會諗起 Brighton 或者 Dover， 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喺肯特郡 Kent 其實收埋咗一個超酷嘅海邊小鎮呢？平時呢度好 chill， 但係每逢到咗6月，呢度就會變身成為全城最瘋狂嘅焦點。冇錯，就係嚟緊6月27號星期六，喺呢度將會舉辦1年1度最震撼而且全免費嘅海上特技飛機 Air Show。火火以前嚟捧場都拍低咗唔少精彩嘅畫面，你睇下啲飛機喺天空上面玩花式，甚至變出一個心形，幾精彩。下個禮拜6，火火一定會再次嚟到呢度直擊報道。不過今日我哋先帶大家提早盤點當日睇飛機 show 嘅4大神級靚位，同埋揭開呢一個小鎮連本地人都未必知道嘅震撼歷史。首先帶大家嚟到 The Liss 懸崖上面突出嚟嘅觀景平台，喺呢度垂直望落去石灘，大家會見到一個超壯觀用無數大石頭砌成嘅防堤坡標誌。大家睇下形狀係咪好似一條大鯨魚又或者海豚嘅尾巴咁啊？非常特別噶。呢個觀景台呢，亦都係下個禮拜睇飛機 show 嘅絕對神級靚位之一嚟噶。不過火火要提醒大家，普通人如果盲目咁跟住 Google Maps 亂行嘅話呢，係好容易蕩失路噶。因為呢一度呢，近年由於連續暴雨發生咗好嚴重嘅山泥傾瀉，幾條懸崖行人路呢，依家都俾政府封鎖住，進行緊大型加固嘅工程。不過唔緊要，下一集火火會教大家用一條全網獨家嘅隱藏路線，包你唔使行冤枉路，仲可以順路穿過最靚嘅藝術街。而家我哋先出發去今日最熱鬧嘅核心地帶 Folkestone Harbour Arm。 我哋行到落嚟海港，首先會穿過呢一個舊火車站嘅月台。大家唔好睇少呢幾條路軌，喺150年前呢，呢度係創造咗一個世界第一嘅歷史奇蹟噶。佢係全世界第一個開創國際火車、渡輪、火車聯運嘅車站。以前倫敦嘅超級富豪同埋貴族就係坐到嚟呢一個客運月台，原地咧上渡輪去法國，再轉火車去巴黎噶。連著名嘅東方快車都服務過呢度噶。最震撼嘅係一戰時期有高達100萬英國士兵喺呢度坐船出征去歐洲戰場。當時有一位英國女士就喺呢一個位置免費為呢100萬名士兵派發熱茶同埋咖啡。我哋今日腳下踩住嘅就係當年最神聖嘅歷史現場。不過今日路軌上面冇火車，反而停滿咗超 colourful 嘅古董複式甲蟲車同埋露營車。哇！火火今日運氣真係超好啊！居然俾我撞正1年1度嘅 Dubs on the Arm 車展啊！全英國只有70幾架保養得最好嘅經典古董車先獲准開入嚟展出。你睇下呢啲古董車，橙色、藍色、黃色，保養得一塵不染，真係成個氣氛都好似入咗時光隧道咁。打卡真係一絕。行入 Harbour Arm 嘅核心，呢度嘅氣氛非常熱鬧啊！首先你會睇到由紅色、黃色、黑色貨櫃組成嘅美食廣場 The Goose Yard。 你睇下幾多人喺度一邊食嘢一邊睇住個巨型大電視。最特別嘅係喺呢度仲保留咗以前嘅舊月台風味，有一連串好似火車卡咁一卡接一卡嘅復古餐廳小食亭，大家可以坐喺火車卡入面，一邊品嘗美食，一邊吹下海風。你向前望，居然可以將對面多法嘅白崖全貌全景睇得一清二楚，
好多人淨係知道 Dover， 但係今日火火帶你睇嘅係喺 Folkestone 呢度先至可以影到最靚嘅 Dover 白崖全景，真係一個超級寶藏。順住長廊一直行到最篤最尾嘅位置，呢度有一個超級巨大寫住 Folkestone 嘅英文字雕塑地標，再沿住地標行入去，你就會見到一座由歷史防波堤燈塔活化而成嘅酒吧。原本呢啲打卡位咧都喺底下呢一層噶，但係最正嘅係我哋可以由呢一個燈塔沿住另外一層，即係上層咧行翻出去，高角度望過去，視野變得更加廣闊，景觀完全唔同晒。最緊要係完全唔使行回頭路。而喺附近嘅海濱長廊邊呢，你仲會發現好多本地人聚集喺度。話你知啊，喺呢一條長廊拋竿釣魚呢係完全免費噶，所以呢吸引咗超多本地釣魚發燒友過嚟呢碰下運氣噶。睇住佢哋一條接一條咁樣釣上嚟，真係好有活力，好有海港風情。從海濱長廊行翻出嚟，經過噴水池，我哋就會行入去呢一條寫住 Fish Market 嘅路。呢度喺歷史上咧係大有來頭噶。由1862年開始，呢度就係貨真價實，擁有超過150年歷史嘅古老魚市場。當年老漁民每朝一早咧打撈完新鮮嘅海鮮，就會喺呢一條石磚路咧即場擺賣。傳承到今日就變成咗一檔檔最地道嘅海鮮小食。嚟到呢度，大家一定要好似本地人咁買翻一兜新鮮嘅 seafood pot， 風味十足。穿過魚市場，我哋就順路行到嚟旁邊嘅 Sunny Sands 沙灘啦。今日呢度陽光普照，天氣好到不得了，好多英國人都爭取時間落嚟同陽光玩遊戲、曬太陽同埋游水。住喺英國嘅朋友都知道，英國南部10個有9個都係踩到腳痛嘅鵝卵石灘，但係呢度居然係一片天然、沙質超幼細嘅黃金沙灘。火火仲見到有街坊喺度執到好大隻、好靚嘅貝殼。如果你想落水玩，呢度仲可以租獨木舟同埋直立板去過一個放鬆嘅下午，絕對值得體驗㗎。行到沙灘旁邊嘅岩石上面呢，大家記得留意呢度有一個美人魚嘅青銅像，話你知一個真人真事嘅秘密啦。呢一尊美人魚咧係揾咗一位真正在地嘅媽媽進行1比1身材倒模鑄造出嚟噶。據說咧，當年寫出《時光機器》嘅科幻小說鼻祖 H.G. Wells 咧，就係日日望住呢一片海，先至激發咗佢靈感，寫出咗經典嘅科幻巨著噶。最神奇嘅係，如果天氣好嘅話，你喺沙灘呢邊咧就可以望到對面嘅法國啦。好啦，行咗一日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Folkestone 嘅魅力。不過記得下個禮拜6月27號嘅飛機特技 Air Show 先至係重頭戲。為咗方便大家下星期過嚟觀賞或者影靚相捕捉戰機嘅英姿呢，火火今日同大家實地考察，提前盤點4大最佳觀賞靚位。第一個係我哋開頭起步嘅 The Liss 懸崖觀景台，飛機飛過時呢，幾乎係同你平視，震撼到爆噶。第二個呢係 Harbour Arm 海濱長廊，可以冇遮擋咁影到飛機喺英倫海峽上空俯衝嘅畫面。第三個就係啱啱介紹過嘅舊火車站月台附近，而第四個隱藏靚位呢，就係喺貨櫃美食廣場呢一邊嘅石灘，可以一邊吹海風一邊睇特技。下集我哋仲會帶大家去藝術街、草地免費睇 live band， 同埋限時食自家製嘅意大利雪糕。我哋下集行路有聲再見，拜拜。